已经有粉丝问我，黄天女个改味道哪哈？我当年都讲啊，烂手嘴才不吃噻，啥体不吃嘛？现在我才当到去看看。来我三辰光，还拿一筐干，不但半个钟头，通通卖光。现在是半日天发作也卖得脱，也是卖不脱，也是官夫妇，也是官夫妇，也是卖不脱。再个滨江脱个烂大三角，今朝卖不脱，我得帮他门站嘛，只有天晓得。那么原来吃黄天女干个点人，侪得落得气质呢？不是搬脱，就是切脱。随手拿得到观前高来晃晃，吃了不适，眼哈拉大，展榜产品烧了角落头，看得见还是个伏地。再看看现在个观前高，绝大多数侪是外地游客。光个黄天女的，基本浪向以上海后花园搂出来的，下头阿毛让伊动儿上工为主。怪难怪，你都哪会得晓得？现在苏州个懒腰套套、山腰三角，侪是在落个眼前角落头去冒干吃的。因为搿点人对于苏州精致生活的联教，还停留了海小半年级的水平。哎爸，半年级么是几年级家？侪是1年级上学期。后期广场来苏州大课堂，我想买点干装皮啊。你要啥个品种？自家干。黄松干、蒲侯葛干、重阳干、桂花干、海茱萸干、不板饭、糖泥干。那是买给上海亚叔吃的家。最爱吃个干，当然要拨最可爱的人。上海亚叔，啊呸！哎爸，你趁长子会么子？当心黄天女来被杀得嘞！错，作为生意人，你应该想尽办法，让别人到店里向的顾客代理店里向来买么子。至于上门寻黑市，搿种是地痞流氓做的事体。